有300多栋历史的台南空祖庙，最近有虎头蜂收，初三已经把蜂拢赶走了。烦恼讲会破坏去古迹，所以蜂收要放互伊打去，互伊家己落落来。也毋过因为空祖庙附近最近是有真侪台南400栋的活动，有虎头蜂收拢无警告，嘛无管制，这嘛引起民众的质疑。 台南空祖庙关门了后，抓蜂的人入去到园区内底，甲烟架一站一站搭起哩，准备要处理篮球遐尼大的虎头蜂收。不过，要甲这个蜂收慢落来，有影是真困难，主要是因为空祖庙是国家第1级的古迹，建筑袂当爬起哩，厝遐嘛袂当搭，要直接甲蜂收慢落来，又搁惊伤到古迹，所以决定要用喷药的方式，互蜂收自然风化落落来。这个药物是一个系统性的药物，它 粘在蜂巢上以及蜂巢上的出入口，工蜂离巢的时候就会沾染到药物，然后等到它回巢，它会在蜂巢内交叉感染，在蜂巢内就死亡。相关人员评估了后，判断是黄叶虎头蜂的蜂收，警戒的范围伫咧蜂收周围5公尺以内。虽然讲触电到涂骹也搁有一段，也毋过最近因为台南400。 空祖庙甲周围拢举办真侪系列的活动，煞无做任何管制措施，也无甲人通知有虎头蜂收，民众也感觉想拢无。当然会有一些，会有一些疑问啦，对。为什么没发现这样子？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毕竟古迹的维护也不方便，他们可能也没办法那么及时去做处理吧。应该要有。当然啦，如果知道他们应该还是要，因为毕竟这里还是，毕竟不要让事情。 要预防胜于治疗的那种感觉的心态啦。现在虎头蜂已经是繁殖期，而且更凶，数量会更多。不要去用手挥拍它，这样子造成你要攻击它，它会把费洛蒙喷在你身上，你就没有办法跑掉。提醒民众若真看到蜂，千万唔通叮当，嘛唔通甲压甲拍。若真去互蜂叮到，就爱紧务兵，紧送病院。上重要的是爱离蜂收较远咧，保障家己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